繼續來看屏東的山野順利進入到法國的市場，雖然貴鬆鬆一粒超過1000塊，但是住佇法國的台灣人也是願意開錢吃故鄉來的山野。不過，即擺疑似有不少的分子利用外銷成功的案例，偷用圖片佇網絡頂賣山野，講一箱16粒只要300塊。警方已經介入調查。 紅色瓜皮帶黃眼鹽失水，規粒甜不不個把水，即馬台灣愛文山野正式銷到法國市場。非常好吃，跟台灣完全一樣。我在進口水果攤找到的。我覺得這樣很棒啊，因為芒果外銷代表為台灣爭光啊。令我相當驚訝，就表示台灣人迄個山野品質袂歹，賣1000塊，那消費者能接受。 應該是袂歹啦。一粒得要33塊歐元，換算做新台幣得要12塊。台灣山野銷到歐洲，即馬敢若有心肝歹的人拋文講，家己是屏東的果子農民，因為大豐收要賣愛文山野，每一箱16粒敢若300，佮偷用外銷法國的相片，要來欺騙消費者。協請 Meta 公司協助下架該吹的賬號。還要購買真的是有溯源的，還有產品證明的。 好物，這樣才能夠確保消費者的權益。其實愛文山野的介紹，愛看山野的大細粒，愈大粒介紹就愈貴。若是講外銷品種，佇咧國內賣，兩種介紹就可能差別3倍左右。12顆如果賣1200，他那邊可能要3000啊，因為他們還要利潤啊，那個空運費用嘛，空運費用、殺菌的冷鏈那些都要錢。即馬山野大出，加上外銷成功的案例，嘛，互愈來愈濟詐騙集團爭到機會要來共騙。民眾買進前，目睭台8大蕊，較袂錢銀開落去，無收到山野對心肝。